咱三角来吟诗，正诗71首，基督世界真光，咱来吟全首。请咱有缘徛地，三界用主教示咱的祈祷文，三界来祈祷。愿伫天庭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灵亲像伫天灵。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过负，亲像阮也赦免过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迷去，就救阮脱离迄个歹个。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接续，请咱三甲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顶12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高活，上天若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名，伊要对下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的高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接续咱三角来启用。今早起咱要启用的是启用文22篇，启用文22篇是诗篇95篇。咱三角来启用，我来启，就请各位兄弟来用。来啊，咱来唱歌学罗上主。咱就用感谢来到伊的面前。因为上主是伟大的上帝，伊统辖地极深的所在，伊创造海洋、大海属伊。来啊，咱来鞠躬敬拜伊。因为伊是咱的上帝，
伊是咱三角鸭头来祈祷。万官灵的主，伫过去4年多年，武汉肺炎大流行的期间，得到主你的保守甲帮赞，我要诚心感谢俄罗你。今早起，你阁将逐项福气赏赐阮，互阮众兄弟姊妹会当组织来到你的圣殿，三角敬拜俄罗你。有部分阮的兄弟姊妹有缘伫网络甲阮三角敬拜你，求你有缘保守因。主啊，阮特别要感谢你，今仔日是台南神学院纪念主日，你有差遣男神牧药长杨顺祥牧师来到阮中间，要甲阮正道传扬你的信息甲救恩。求主你继续祝福保守这间自从1876年以来所设立的培养你尽忠的上帝国的工人，引带一人认捌你、信靠你，将来也要成做教会领袖的台南神学院。互台南神学院会当继续训练出装备较全的勇猛精兵，面对21世纪宣教的新挑战，传扬你的话名甲信息，造就信徒的灵命、敬信、坚固信仰，荣耀神利益人。大施恩的主，你教示阮，着张持，因为迄日迄时阮毋知，求你不时警醒阮，互阮随时着张持，听候主你的降临。同时，阮也要恳求你，照你互阮的应允。人若踮伫基督，就是新创造的，旧的代志已经过去，呾拢要变成新的。当离西有偌远，你互阮的罪过离开阮也是遐远。求你是不是家所留的保护，洗清阮一切的罪，赦免阮一切无完全，清去阮的心思意念，互阮无搁行遐个无应该行的，洗清阮一切隐捌无显现出来的过失，互阮的内面重新有圣灵的心，有正直的灵。求你医治遐个痛苦病痛的，互软弱的成做勇壮，互欠缺的得到富足，也互忧伤的得到安慰，互劳苦的担重担的拢会当得到安息。因对你的得到圣洁的恩赐甲福气，阁有永远的喜乐。求你教示阮对生命充满盼望，恳求你伫阮拄着困难甲痛苦的时，坚固阮的信心，加添阮的疼心。伫信心内面哪有疼心？伫疼心内面哪有信心？用疼心甲信心来倚靠主你，谦卑吞忍，毋望将来也会当甲主你相同享受永远的爱的荣光。主啊，阮今仔日的礼拜，甲所有的事工，阮中昼有要举行召开的主日教师的会议，求主你保守带领，互阮逐人的信仰也会当哪加添哪坚固，通成做你尽忠的奴仆，做你的器具甲路用。愿荣光归伫主，阮世世代代拢信靠主，直到永远。愿安尼恭敬谦逊伫你的面前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接续咱要本堂圣歌队要引出咱赞美，今早起因要唱的是天的万邦有伊的日期。
真感谢今仔日咱本堂的圣歌队，天下万邦有伊的事，这是传道书3章1节到11节，真感谢今仔日真好的赞美。接续咱三角来共听上帝的话，上帝的话记载伫马可13章，那么对第24节，三角来看到第37节。马可13章伫台语汉字本57面，咱三角来看。当遐个日，迄个患难下了后，日要黑暗，月无出伊的光，星对天甲落，伫天灵的上要震动。迄时要看见人子用大权能甲阳光伫云中临到。迄时伊要找伊的天使，对四方聚集伊所敬的百姓，对地极到天边。28节，恁着学无花果树即个譬如，当鸡卵歇发的时，恁就知夏天近啦。安尼，恁看遮的事，就知是近到门口啦。我实在甲恁讲，即世代也未过去，到迄个代志拢成，天地要废无，我的话袂废无。若是论迄日，迄时，人毋知，伫天灵的天使也毋知，囝也毋知，独独爸知伊，着谨慎警醒来祈祷，因为恁毋知迄个期是伫什么时，是亲像一人离开伊的家，去出外，将权交代伊遐的奴仆，有派工互大人做，佮吩咐过门的着张持。所以恁着张持，因为恁毋知恁的主什么时要来，或是日暗，或是半暝，或是假期，或是天光早。行了，伊忽然来，拄着恁在困。我所甲恁讲的，也甲众人讲，着张持以上。接续咱今早起要男神的牧药长杨顺祥长老要来甲咱讲道。伊今早起要甲咱分享的是着警醒。大家平安。我毋是长老，对啦，长老总嘛是长老，牧师系长老，无毋对，通常拢叫牧师啦，长老嘛对，对，迄袂使讲毋对，照咱的体制来讲是安尼。感谢主有这机会来到伫咱的教会，我代表吴忠明院长，拄中一长老的小弟，以及南市的董事会所有的老师、教职员生向大家请安，说多谢，多谢咱的教会过去对南神的疼痛，也是看看咱。教会嘛，甲男神交密切关系，我佫看到我学者伫遮啦，真欢喜啦，有这个时间佫来遮甲咱聚会，愿主的平安甲咱伫遮，咱做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阮来到伫你的教会，奉你的名所设立的，来遮敬拜而乐，阮帮助阮用心用真心来甲你相拄。保守阮接续时间，祈祷拢是靠耶稣名，阿门。其实人咱对两种时间拢有真有兴趣啦，也是过去对不对？过去发生什代志，咱家去敲吹到底安怎？写历史册，历史册到底对毋对？逐个人有逐个人的角度，读的拢无共款。角度无共款，你的解释嘛无共款佫咱嘛对未来的代志真有兴趣特别对咱基督徒来讲，咱即阵问当时无记来，主会过来，圣经写安尼无记当时会来，主当时会过来，无记当时来，即嘛真做安怎真做迄个，当时主所学生因。坐伫迄个对面迄个咱最看迄个金的遐，可能是伫遐圣殿山来咧看
迄个圣殿，耶路撒冷圣殿。当然即摆圣殿已经无看去啊。我爱解说就是讲，咱看到的即个圣殿无去啊。哇！这对学生来讲耶稣甲你讲，你最看即摆你看圣殿遐水对不对？你学了嘛，学生咧学了，够水有够水，起真久嘛起好诶。到底是第2遍第3遍圣殿起几啊遍？做时候未来无2块石的3塔，话咧讲完全毁灭嘛，敢毋是？这足严重啊！当然学生单咧学了尔，哇！咱像摕汤水甲泡落，咱像也要寒死，咱像汤水甲泡落，你安怎？也要寒死，对啊！迄种的感觉，学生开始问：这个当时会来啦！其实差不多每一个时代拢会讲，无紧，地方无紧，世界无紧，咱做爱问，敢毋是？所以就安尼有真侪假先知会出现啦。那有就当时会来，咱会记这个，但是袂可能知听过迄我印象足深诶，我昨夜个倒转来，我这边去美国倒转来，然后我有字8字安尼，当时阿强迄要下来，也要紧张死安尼。其实个严重诶，我来讲，这是咱台湾咱是台湾无紧，较严重讲。伫迄个韩国韩国嘛有一个教派，所谓基督教派，甲伊讲耶稣当时要来会友也要紧张死，较紧诶，变卖所有诶财产，然后惊耶稣带要去，嘛去安怎闹体堕胎，惊像个重载袂去，冇这啦，结果咧。遐个钱收诶，要创迄个教派诶，教主啦，教主摕投资美国股市。我咧讲，伊无相信，结果讲会友信啦无记要来啊。结果伊诶投资啥物意思？表示未来嘛。安尼戆听咧讲，嘛有一款诶代志。伫迄美国嘛，Texas 嘛，是安那一个大人啦。讲好，迄个以后外星人会派飞碟甲接去，冇这啊！结果来，拢无来。即几美国诶广播，毋免 NASA 广播开始讲有 UFO 无啊！当然这等于是讲诶足复杂，这是认知诶问题啦来，所以那看到其他经文，你来看主要说是。针对这款的经文咧做解说，难道无紧讲遐要紧？难道无紧来时阵，咱拢要做代志？伫遐等待主来，敢有种代志安尼？你拢要做代志啊？敢是安尼？伊咧回答。后来，咱敢知影即嘛是咱的教会节期，什么节期？叫做大灾节期，听过英语叫做 Lent，L-A-N-T，天主教咧守啦，无啦，咱无这是过活节进前40天，咱的主日年历开始是抬杠节 Advent，开始算，算到这个受难节期的进前40天，叫做大灾节期。你天主教，你虔诚，我听清楚爱虔诚基督教，天主教徒。这40天袂使食肉，袂使食肉，迄是安尼天主教啦。即摆毋知安尼无，我毋知。后来大灾节期咧创啥？面对着耶稣的苦难，面对着耶稣的国活，敢是？这是咱基督教的中心价值伫遮。国泰路爱行这条路，你看领子耶稣的国活。所以，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你要用40天来准备，就是安尼后来，咱今仔看到经文，好亲像这个月季咧来好亲像24节到26节所咧讲啊，日要黑暗，月无出伊的光，星要对天交落，
对伫天灵的上像要震动，银子要出现。即係講銀子要出現，其實即個銀子即個名詞真早出嚟一對但以理書。咱來對看但以理書第7章13節到14節，遐咧講銀子來臨的景象，咱今仔其實看的，那真係景象會出現。但以理書伫講銀子，就是人的意思嘛，即係人嘛，吼。啊，即來臨的人，較是真正的統治者。但你所講足濟迄足奇怪嘅現象，後尾迄個牛的啦、獅啦，有無？即係講帝國，講帝國種強權嘅統治，用動物來代表，總是。但你所真要緊嘅講銀子是安那？未來世代是用人嘅出現來代表，較要緊是即個銀子伊代表什麼？伊代表公義。代表真實的聽，嘛，請你注意，伫但以理書所咧講嘅，這是一群人，是一群人啊，特別是7章27節，講一群至高者嘅聖民，也就是啊忠實佇上帝呼召命令，甚至為着主來宣告嘅一群人。即係但以理書所咧講嘅，主要咧講什麼人？講猶太人。總是佇馬可福音所咧講嘅，中間伊咧講嘅範圍更加寬，伊講包含遐忠實、忠誠佇主嘅人，軍隊耶穌腳步嘅人，我咧講，凡你軍隊主嘅人，攏是所咧講嘅銀子。當然，咱講銀子是耶穌無毋對，較緊是講一群人伊會擴大迄個定義，而且安怎？我哋學習耶穌嘅款式嘅人，我伫遮咧講嘅，毋是只有猶太人那啲，嘛包含咱現在咱每一個人。咱倒來看，伫即馬可福音第13章26節嘅中間所描寫嘅，即係新嘅人，開始最後嘅勝利者，也就是主耶穌所嚟講嘅充滿公義、恩典。喜樂嘅上帝國來臨嘅時代，不過咱來注意，是這段經文嘅中間重點，唔是講即個當時來，阮當時咧強調是安怎？一條透往上帝國嘅道路，而且這條道路，要行這條道路啊，嗱，個人愛有心理準備，什麼款心理準備？這是一條有關現今因幫到嘅所愛做嘅見證。現在就愛跟對耶穌啊！耶穌嘅時代，咱看馬可福音佢咧描寫，對耶穌係想現今你該對我腳步，迄行人通過這條路嘅人，嘛參與耶穌嘅行動，預備掛悔到來面對着苦難，面對着誘惑。所以咱看耶穌基督，伊嘛為着這條路，咱個上帝主權嘅路，上帝國嘅路，伊無少着安那。愛甲當時嘅宗教領袖起衝突，致到混亂、衝突、侮辱，必定是一個道路。我嚟講，要得到最後勝利嘅人，這條上帝個道路愛付出代價。好像安那第8章第34節，馬可福音同款，馬可福音第8章34節，所以講要軍隊主嘅人愛安怎看無家己。壓抑嘅思維來對伊，台灣話講得真好，愛看無家己。華語寫講愛捨己，捨己啦，我實頭攏無，看無家己，這境界佫愈水甘死。愛壓抑嘅思維，咱每一個人努力愛壓思維，甘死。毋然安尼，即群新嘅人，要軍隊人。現在在面臨另外一種嘅挑戰，什麼款挑戰？就是這一段吼，咱迄個13章佇第21節開始，才咧講嘅，甲你講基督佇遮，還是講佇遐無得信，因為要有假基督假先知起來，行善業甲掉頭。較安尼啦，較安尼吼，原來安那
有这出现啊。你爱张蹄吼，单位嘛讲读得真好，无张无蹄跋倒吼，毋是敬圣啦，敬迄是华语吼。张蹄吼，张蹄意思爱水济啦，水济吼啊，这吼，这人因安那，甚至会惊神业。圣经耶稣在讲，这人嘛惊神业。哦，阮错一条，啊，这无奇怪吼，无奇怪。耶稣试探的时阵，魔鬼嘛用圣经呢。哦，伊嘛用圣经，可能读圣经比安尼较透无一定。哦，咱咧真细腻，哦，真细腻来分别啦，吼。哦，啊，在因咧讲法，哦，这人咧讲法咧，哦，无要来啊，总是安那。问题伫对，跳过这十字架这条路，啊，面对的道路，无要讲起十字架苦难，其实目的毋是主安咱关心的重点，反正是这条十字架的道路。所以当耶稣咧讲啊，伊咧要求学生爱张蹄的时阵，因为这压迫已经来临啊。所以啊，这个张蹄啦吼。台语和日本是写张蹄或张蹄照意思吼，啊，我用啊敬圣啦吼，啊希伯来文是安尼啊 ，bread pated 吼 ，reward 吼，爱敬圣的意思啦吼，毋对，看起来几个13章啊，好像安尼啊，那像咧讲默记的口气来写，其实嘛有可能咧反映一个代志啦吼，某一个程度咧反映，咱咧读的一本马可福音，伊写的时代，其实这代中发生啊。发生啥物代志？发生这个代志。之后66年到73年，这个犹太的战争，哦，这现在伊较会读到这物件，咱同时较即咧讲，这战争影响着福音书的写法，因为福音书的作者是面对真正这款战争，啥物战争？那照迄个犹太的历史学家，吼，就是咧讲。当时的战争，犹太人因为犹太人起来革命啦吼，啊罗马派大军来，啊将伊镇压。当时差不多有100万以上犹太人受大屠杀，这是足残忍的吼。啊，台湾咧讲当罗马大军来时发生啥物代志？人掠厝拆，鸡仔鸟掠到无半只，是安尼啊。足凄惨的啊！所以你会看到，哦，这作者用讲，连青跟那些家老共款，足凄惨的代志吼。有可能是咧讲起这个战争啦吼。所以咱来看犹太人拄着啊，最后有一群人，按到后来灭一只叫做马萨达吼。啊，所以听讲犹太人的军官，即摆军官伊来做军官，你爱遐救抓。可种因拄着一款的战乱，啊，正边有一个迄个坡无有咱来看到这图，那个罗马人用3重鼓所起的，你讲袂起，啊，顶悬只有1000几个人条，罗马大军1万人以上，讲袂起，啊，救起来做迄，啊，啥物来做？因掠犹太人的奴隶，这是残忍的情景，啊，顶悬遐犹太人。渐渐面临死亡的交界，黄俊良报伫遐安尼讲，面临死亡的境界安尼真正是安尼，是安尼来，所以有可能，就是咧讲起这啦，其实是已经拄啊咧发生的代志，所以看起来伫这个中间，不是咧出这个张蹄的语言，也就是咱爱真细意，耶稣直接提醒咱，只有安那张蹄。才当提防这假先知甚至假的基督，所以伊引用假先知、假基督来警告，警告咱主咧对咱讲，主当时会来，无会来，当时无人知啦。圣经咱条讲，无人知，连天使、连囝也毋知，连耶稣也毋知，这啥物意思啊？你讲莫个问啊啦！你讲不要再问了啦，意思是安尼。耶稣个唔知，
所以叫你问问啊。哦，这个是问题点伫遮啊！咱不是咧问，不是咧问，嘛学遐学生共款，迄面咱的中心点啦吼，中心的点啦吼，世事吼，世事哦，所以耶稣会来未？一定来。哦，世事若讲甲你讲当时会来，这绝对是哈诈骗集团。咱捌拄着诈骗集团哦，看捌有拄着这无？敲着了，阿嬷，紧来救我！有听过这无啦？有无？老梗无影，即摆还有啊！新北市哦，我新北市三当一个统计哦，统计哦，3当前甲敲电话，还阁敲电话，敲电话，阿嬷救我，像种话还偌济，骗偌济，至少50亿，惊死啊！因为打开啊，咱拢惊着嘛，一个惊伊啊，个惊伊啊，做落惊伊，阮姑也拄着这，我歹势讲阮姑也拄着，拄着，敲咧，爸爸紧来救我，毋是阿嬷个爸爸，够好骗的较紧来个惊伊，真正叫5万去后来阮丈也接着，讲阿嬷紧来救我，阮丈偏偏好，伊随敲着去校，孙仔也好势，我讲阮丈较聪明。咱爱学聪明，会记哩爱求证啦，所以这上济，假消息一大堆，你要求证啦，他们讲求证嘛是一大条件，要求证嘛是无遐尼简单，总是咱至少爱好好问看嘛咧，所以慢问这个问题啊，一定会来，啥啦？无花果树给咱的警告，绝对会来。我讲咧一当修成2遍嘛，夏天来热天啦热天来表示啦，无花果袂开花啦直接会生出来嘛，生出来表示绝对会生嘛，绝对会来啊里面烦恼这因素一定来，不过请咱来相信，天地会废去，主的话永远袂废无。听了，那咱要创啥？咱要做啥？耶稣继续跟咱讲啦，讲咱爱好亲像一个家主共款啦，去出外将权交代伊的奴仆，派工互因大人做，而且吩咐顾问着张持，因为毋知主当时会倒转来，这种提醒咱一定真熟啦。法律书不是咧讲，咱上熟是这，有无？这个是讲迄这啊。讲起这个故事啊，这嘛是其中一项。叫你张持，咱毋是做顾问的，就是遐请工的。咱的身份是安尼，所以咱不是爱办5000个、2000个、1000个，咱即来讲你对一个咱拢讲毋通学迄个1000个，迄种咧带裤骹、笨蛋兼担烂，无地工，咱学迄个5000个、2000个，总是后来想想我爸爸都做5000个。咱有真济耐心的条件，这是真正常的代志啦。等主人倒来，会甲因算账，而且主就是爱咱张持。话来讲，这段经文的中心是爱张持，爱忠实伫上帝国，上帝国的这条道路。所以咱只有斟酌，甲主做伙来行是个道路，咱才会当通过这条道路显出。咱是甚物款的人？是真正跟对主的人？最后要当领知这个主的大荣耀。咱若无安尼行，你无法度体会到甚物叫荣耀，而且坚持咱到底有行伫主爱咱行的道路无？咱问这个问题。面对着拄则咱咧读的24节到26节，这真恐慌的代志。咱爱坚持到底，上帝国嘛，通过安尼来临这嘛咧对咱讲，咱必须要伫现处时的时代，爱伫这宗教甲世俗权威正人做好的见证，咱必须要重视这条道路人结合起来，面对着真济可能是无公义、无听的所在，你爱真实5000个、2000个。
你拢会当做，意思是安尼。所以以咱现在，咱到底爱做什么？咱爱问，我当做什么？做到底爱咱行的大灾这期才行苦路，苦路当然毋是大家拢爱行土路，可能有你的苦路，有你的重担。咱的家庭是咱的重担，咱的学校是咱的重担，咱的事业是咱的重担。伫这重担中间，你有做见证无？你问这个问题，大家拢有重担，什么人无重担？大家拢有啊。家庭讲袂了，我对这个迄个中医咧讲，阮即摆阮四个人是我的重担，有啊。老人要安怎照顾？要安怎有耐心来照顾，毋是遐个简单。伫咧照顾中间，你要反映上帝听。这一大条件，敢是？这拢是咱嘛？咱可是意思是咱咱是5000，咱是2000个嘛，毋是1000个，你拢无做啥？你会当拄三心，这一寡物件。来，所以。换来讲，我要讲一个，你讲一个，毋是只有咱的家庭、咱社会，咱嘛爱讲起着咱什么款的无公义。咱真正无公义，对人来讲，咱对咱的大自然较有公义。我本身我伫南市，我教一个，可能台湾人无人咧教，暖化神学，Global Warming Theology，这无人咧教，我会关心这最近我咧关心这个来。当然，有些说叫黄金海岸啦，咱干嘛去？唔知，不要紧，不要紧。每点讲黄金唔是，真水啦，看还有水无？有即摆变成安尼，有水无？有水无？有够歹看，唔是安尼啦，定海岸你看笨色无笨色呢？阮笑安尼。一大堆细的粪扫啦，够食力的食力。这粪扫你也要捡，大项的拢捡了啊！你还捡细项的，无人爱，你捡一大堆。来，这要够刺激，这上刺激，搁南华遐，差了1公里内底，已经无海岸。这较是食力。安怎？海水咧涨到够紧。暖化来临，啥暖化？人会享受，咱的方便造成大自然无方便，大自然无方便，影响到人类的生存。这海岸，阮伫遐捡粪扫，2月17号拄好是迄个捕烧假嘛，捕烧园长啦，阮园长带队来遐捡粪扫，你要捡塑胶。基本上一个保特瓶爱400吨才会分解。这食力啦，对内咱造成的啊，咱对大自然无公义啊，咱方便，结果和这个会干有关系，大自然无方便。我紧的，咱是自私。即摆清啥嘛？海水咧涨我要甲大家讲，愈来愈紧。咱若要查你来个资料拢有，足济。够济，你会看到惊死，惊死！阮台南拄仔伫边仔尔，海边那点，我才看到这物件。后来我要介绍，咱只有强调个我，无讲是物基督咯，迄物基督教。咱来倒转来，无讲过程，无讲什么是真正军队主，迄物基督教。咱爱真了解。就叫灵魂得救无得救，他们讲这毋是咱的问题，是上帝的问题。咱若无好做，咱应该爱做5000、2000个，咱无资格讲灵魂的得救，咱无资格。咱先做了，改成大拢免做，嘛毋是安尼。咱先自私。后来等个厝边有邀歌的时阵，咱无去关心，咱爱真细意些的。对着无公义的时阵，咱无愿意去做。咱来提醒咱家己。咱到底有行遮的无？来，我要来介绍。所以这个但丁的神曲啦，讲地狱内底上界热烧的所在是出现重大道德危机的时阵，保持中立的人。
因美国学者拢会讲一句吼，足爱讲这吼。咱基督教毋是自私的宗教，咱是一个受苦佮得到荣耀的宗教，请咱嘛别记一。吼，但今的神去讲记着这个真要紧的道理吼。搁过来吼，搁过来，若新人要创啥？哦，要教的物件有够多，哩各一大堆啊！就是要望这个新人生以后，当引带咱来行这条路，陪伴咱行这条路的所在。啊，这个新人教育，啊，还有这宣教师因过去所留落真要紧的精神吼。啊，今仔日无影片啦吼，影片结果是旧年的，咱看的是回忆啦，咧好是旧年的吼。所以就我来讲起来吼，台南新南医，台南新南医，上届早南部宣教，咱台湾宣教是上届早是伫南部，1865年马雅各医生，James Maxwell 在台湾开始，伊是医生，毋是牧师，伊用伊的热诚，用介好的技术来服侍台湾人，哦，这是真伟大。这个是迄个扮演5000个2000个人，敢毋是？对啊，可是扮演这款的人啊，好来，上届早迄个台南市的上届早是应该是1869年，我后来发探到啊，毋是1876年，毋是巴克勒牧师，巴克勒牧师是第二代，第一代毋是伊，第一代是1869年对开始，对台南遐开始有一个传道者养成班开始。然后到后来，基后即摆基丁，各用基丁，迄是一个岛，来用来收起来，收拾伫台南，来做传教者养成班，所以1876年开始来办台南新南医，阮的后地就是传教士伫遐买，阁是伫遐，所以已经超过130档以上，这个咱的台湾现在无啥共款所在伫遮，阮因为后地就是要伫遐，要伫遐所以真济真水的环境，树拢比好较久阮凊彩拢200档，拢比新来较久，欢迎咱来遐参观，我要甲大家讲，新来即马遮正咧征收，因为文化部赞助差5000万咧征收，伊这最要紧的古迹，顶悬呢。伊顶悬的牛，毋是这喏，喜乐基，拢是小南，足好查，拢99%保存了足完整。伊嘛带一条，来正式人带一条，哇，也保持好，总是了后内底的装潢内底有诶，家己出啦，迄是甲正式外口啦，正式外口，内底包含车部有诶无，拢家己来啊，阮需要遮个奉献，咱大家继续，嘛欢迎来，今年9月应该会好，欢迎咱来，咱来毋是看古迹，毋是看遐树啊，阮的树啊，我隔壁迄丛树啊，260档，凊彩拢比我老，人个老，毋是人无老啦，人无老，树啊拢足老，真水，永远拢200岁，然后迄个莲雾200几岁，大棵，我一个人无载条坡，因为迄较早是甲一个生理人，台南是生理人买的即个土地，所以留落遮，伊是个花园家买的，较要紧是咧做神学教育，较要紧的目的伫遮，所以欢迎大家来，咱的少年，咱的教会拢欢迎来遮，欢迎，大欢迎，来看，这是咱的宣教士的见证。另外我要来讲一位，因为但是来最近咧纪念这个人，第一位传教者毋是牧师，是医生，叫做马雅各。第一个牧师是李修，李哲，这位宣教士。这位代是伫对，伊伫1868年个来到台湾，打教所在，高雄定律。到了1872年。带咱的马介博士来淡水，是安尼来。伊讲南部196啊，请你北部宣教，是安尼所以歹势啦，毋是讲故意讲我历史较久啦，毋是安尼讲莫比这，大家真正有心爱做宣教，好啊，宣，就会伫对。
伊是来压读了，就开始风波。因为正任的本来有一位宣教师，伊马考医师知伊毋是牧师，你圣礼殿也有牧师啊，所以较紧的，甲英国母会来邀请一位宣教师。第一位煞死伫南海啦，最近南海做一代志，包括阮的牧师嘛死伫遐，是迄第一位死伫遐，巴倒来，较紧个请伊来，你的牧师，爱做真好的工，伫台湾，南部拢是伊团的，包括我的父亲啦，阮牧师娘，阮牧师娘嘛第6代啊，因教会什么团的？你有牧师团的啦，我带一条，我看着拢爱树立起劲。啥啦？做这的事干嘛？做这一间教会一间教会团，你讲也好，东讲也好，红线也好，包含阮牧师的教会，顶下较好，迄150档以上的教会，老毋是你讲老有伊的价值，为这宣教师真要紧的奉献的精神伫遮遮就算捌伊捌。东海岸就要戏一个啦看遮就说爱看这啦，东部教会宣教百周年纪念碑，这啥人去的？李旭牧师啊，伊坐船去的啊。较早无，咱回铁路，咱回讲无，有啦，山路足歹行，这龙客船去的，潘宝船去的，伊也宣教，这是相当伟大。无人爱去，我来。现在咧宣是咧培养一群人，较要嘅目的是咧培养一群人，愿意献身，真正献身，无计较。当然时代改变啦，这款原来精神永远存在，存在好来，咱来看这是第二位的牧师啦，嘛咪讲第二位是巴克的牧师伊家己本人的故事。来，这是台湾现在第一位台湾人的牧师叫黄仲辉书记哥，伊毋是毋甘愿迄个石头囥着伊毋是伊毋甘愿，是安那？因为伊伫当时讲台湾话也毋对，讲语言也毋对，讲英语也毋对，毋系对一国嘅人，有够麻烦的麻烦。心内讲我是台湾人，我啥物会使讲我的母语所以。咱看这石头，毋是伊毋甘愿，嘛毋是伊隔壁迄张灵婴树，迄张死嘅树啊，毋甘愿，毋是，是因为真实对心底的反省。咱做一个台湾人，煞无尊严，是安尼来，所以毋甘愿，咱会当看到即个石头足大地伫迄个阮的新的图书馆遐伫遐好来，招生，我伫遐现在招生，欢迎来。毋是就台湾新人较好啦阮咧做方便厝边隔壁200公尺之内有3间7-11，阮咧另外宣传一下小吃一大堆台南有诶，他们讲其他所在我食无食诶我讲着喙若咁要流出来干炒饭切仔面豆烧饭一大堆有诶无诶，台湾饱袂歹食。真济拢足特殊的物件，他们讲啦，台南人你啊台南住久食久其他食所在拢袂关系，是安怎？较甜啦，较甜会送饮凉在，所以其他所在食着较都变成歹喙豆，变成安尼。欢迎来，方便，我来同学3个报名，买什么遐济，我爱家念呢，我做牧羊长爱家念呢，听讲。紧对哟，紧对读书哦，3个报名方便甲，搁7个通个买方便来，这是立案的无立案是这当然较要紧是这啥你会当读2种学位，无立案的无立案，拢会当做伙读较要紧是训练，这是训练传教者啥我爱讲牧羊长，因为咱一般大家拢叫做学务长啦啥我用牧羊长？我讲牧羊长真好啊！学务长是咧做训导处较早是训导处我咪训导长我说培育培育这学生做伙大汉的培养伫3档、4档，甚至较侪档，
培养因大汉。信仰造就的所在，较毋是讲你毋对，较毋是安尼。未来这宣教者要伫教会做工，咱袂讲迄个一个口令一个动作，无可能嘛。你要有自发，了解伊的使命的所在，台南新学院，这是今年的招生，毋茫咱会当毋茫就北部啦，阮南部也袂歹，咱在座足些拢南部、中部来的，我知，我知，包括迄个中医长啦，拢南部来，南部人倒转来南部真好，真好，来。未来展望，课程设计，等等这物件，这是伊课程的设计，然后有这未来伊望有新的硕士、新的博士，这是咧规划，规划未来，嘛有咱个有选真济工程拢咧做，新学院较要紧是大家的带导以及奉献，你的一心一意拢真要紧，更要紧是你的带导。继续为这学生来带导，为这老师来带导，为这职员来带导，这个要紧伫遮。还有今年这里面最忙的就是这，爱应付教育部的评鉴。小学院全校爱动员，全校学生几个？50-60个，老师14个，拢爱应付遮，这是真麻烦。阮咧探讨新人的自主性校对，你总是袂使大人拢顺着教育部所以是安那，阮无立案的部分就是安尼。你爱做自主，因为咱有新的教育，这个要紧来，所以咱毋茫继续为因为学校来带导咱面COVID-19 了后，教会人数拢减少，等，针对这真的挑战，毋茫咱培养真实要服侍即间咱台湾的教会社会的人咱要期待咱继续为着这来带导咱相信迄个新学院用主名所设立所以咱倒转来安尼问，今仔主题咱讲着张持，咱倒转来问，那安尼你的收益是啥？咱的苦难拢共款，差无介济。伫苦难的中间，咱要倒转来做见证，迄等着咱来想，咱来看，咱到底咧坚持啥？我是基督教家庭，那活出基督的款式无？还是冤家甲一般家庭拢共款？对啦，无毋对共款，总是你知影用信仰做主，爱救得来。信仰对咱有意义，咱想这个问题，敢毋是？所以来，咱来问。你是5000个、2000个，还是1000个？愿主帮助咱时常来反省警醒咱家己。咱每一个人有咱的苦难，若无伫苦难体会到迄个意义，这个过活无意思。只有你享受过活，迄无意义。愿主帮助咱的教会，咱的每一个人的家庭。咱所徛起的宣告所在，咱做伙来感谢，感谢天父上帝，阮伫咱们教会直接徛起，这年日是奉你的名所设立，伫遮做见证的所在，阮伫遮做好的金灯台来荣光你的名，愿你的神祝福伫金牧师所带属你的教会，每一中级。会当真实幸福伫你的面来宣扬见证，看过阮，保守阮的教会，基督拢是靠耶稣名，阿门。感谢咱非常感谢今早起，杨顺祥牧师伊代表台南新学院来甲咱正道甲请安，咱继续为这个新学院来奉献、来关心甲带导。接续咱三甲来吟诗，正是。605首，好主恩典奇妙馈力的保护，咱来吟全首，请起立。好主恩典奇妙馈
请坐，请准备今早起的奉献。今早起咱要请张慧瑜甲陈小文两位执事来甲咱书献。奉献的感谢，请起立。请坐，这是我来报告。咱今仔日真欢喜，因为南神主任、南神牧药长杨顺祥牧师，又代表南神来甲咱敬祷甲请安。我代表南门教会甲杨牧师感谢。咱本堂张牧师，本来是为着南神的纪念主日，伊今仔日转去伫台南，伊本来伊捌伫遐牧会，即龙殿教会，转去遐请安甲敬祷。第二点就是。咱大家所知，顶礼拜开始，因为咱的即个疫情有小可有较松，所以咱顶礼拜就开始有恢复咱的即个中昼的爱餐。咱真感谢即个陈振光、陈振光长老，伊服务组伊负责的，所以伊足用心来规划。即摆咱是试办的阶段，所以顶礼拜有先准备80分，结果真侪人有去参加。咱是伫地下室献煮啦。为着讲即个疫情的关系，还未完全过去，所以用迄个便当客啊。真毋茫讲，咱即个是试办，要互逐个人会当伫遐交易，所以佮另外就是讲，因为咱事工伫国楼即摆拢做足济个事工，有一寡咧工作中诶无法度通落较换单诶落，结果若假使咱便当若无法度留落来交易诶人，咱就总啊请等于外口伫外口用。若伫遮有要用便当，请总啊留落来交易，毋好甲便当总啊客总啊走去，因为迄事实上是为着要交易用诶，毋是要互人炸转去。所以即个当请大家会当来配合。即个搁伫试办当中，其实郑公长足用心伫办，咱也真毋茫讲会当伫几个礼拜了后诶是试办啦，假使讲会定着人数确定了是咱会希望当愈办愈好，因为迄伫遐现煮啦吼，所以即个毋茫大家。上过来配合感谢咱服务组相关的同工大家的辛苦。搁续来就是咱下晡2点到4点半，伫咱本堂有要举行迄个经典的赞美诗合唱演习会，真毋茫大家兄弟会当来，若假使有兴趣的人会当留落参加。另外，伫定期的中集的后礼拜第2场礼拜后要伫6楼召开，所以请中集会当把时间留落来。若假使有要提案的，请甲咱梁家宏梁执事来甲伊提互伊来做准备。另外，音乐会咱后礼拜下晡3点到4点半有一个叫做云心甲天乐有2个合唱团要伫咱本堂来举行联合的音乐会，这真欢迎咱大家来欣赏。搁续来伫圣礼典因为3月24日，这个是长寿主日。长寿主日迄阵啊，咱有要举行圣餐的礼拜，所以若假使有要洗礼的参加，当然包括咱的
坚信礼啦，啊个幼儿会说咧，咱真仰望咱的兄弟会当甲牧师来通知，互咱遮大家做伙来准备。另外团契的消息就是，主日学的老师，咱今仔中昼要召开主日学老师的会议，要参详今年的夏令会。夏令会到底要安怎办？所以请老师会当留落来参加这个会议。会议的地点是伫咱的4楼。另外，上年团契，即马伫这个梅校长做会长，足积极伫调节。3月份，咱伫后礼拜有要举行。啊，即摆是要请咱的蔡长老、蔡正和蔡长老来甲咱演讲。啊，伊分享的是优质老化，所以虽然即摆刚20几岁嘛，拢会优质的老化啦，所以任何年龄总真适合落来听。因为梅校长足积极咧招呼，所以我等下甲阮太太规定，拜托因来同时间我来参加，所以真希望大家参加。另外，咱台岛的事项，幼儿园今仔上重要就是台南新学院的募款也好，也是伫遐师生，也是教会以后要安怎去辅导教会，所以这有那是神学的教育的一部分。所以这个真希望咱为着全体，当干事也好，也是师生也好，大家来奉献，大家来祈祷，大家来关心。另外，这个教会这个屏幕，咱伫今仔日的这个周报内底，中央长老有写一篇，这个乌六条啦吼。这个希望咱大家斗找，咱真希望咱无缝接轨。那告诉张牧师伫7月底任期到的时，咱上好会当李庄就马上无缝接轨，因为咱目前敢若1位牧师，所以这个真希望大家互相来关心台岛，甲来互相来提供情报。真希望咱的教会会当搁愈振兴，会当搁愈发展。了后，那教师有这个奉献的部分啊，请咱家己来参考。那教师有顶答的，那请向咱的干事，也是伫我的长老来通知。毋知我阁有其他要补充无？杨牧师有要补充无？讲了有 OK 好，好多谢。安尼是毋是咱做伙来行平安礼？平安礼，请起立。咱拢行做一家人，因为耶稣，因为耶稣最上帝疼你。咱拢行做一家人，因为耶稣，因为耶稣，最上帝。咱三甲内面尾首的诗，圣诗399首，愿上主大仁爱。
请牧师甲咱饮食了，牧师甲咱祝祷。台湾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听堂，以及圣神的相通极力安慰，甲咱伫地对即时到永世的无煞，阿门。请坐，就倒。